老豆，今晚食咩餸啊？去問你老母啦，媽，今晚個餐食咩啊？今日天口咁興，不如買斤雞翼啦，整個可樂雞翼、番茄炒蛋、洋個辣椒，再滾個鹹蛋節瓜壽湯。唔係幾想食喎，仲有冇其他咧？咁不如買嚿豬肉啦，大豆菜蒸豬肉、荷蘭豆炒臘味、蒸個水蛋，再滾個芥菜湯。有呢幾個餸啊？咁不如買啲牛肉翻嚟啦，勝瓜炒牛肉、豉汁蒸排骨、炒個白菜花，再滾個水瓜湯。嚟嚟去都呢幾味。啊，你嚟嚟去都呢幾味係嘛？今晚可唔可以整呢個韓式炸雞啊？咦，新手機喎，好貴㗎？唔貴，係轉買啫嘛，要慳錢就睇轉啦。呢部95成3嘅 iPhone 14淨係要3728，相當新機嘅3折，而且上面嘅 iPad 同大疆科技3價錢都抵啊！咁筍？梗係啦，轉係專業嘅官方二手平台，上面每個商品都經過專業工程全面驗，而且仲支持7天無理由退貨同1年保修。依家喺轉收到大派補貼，最高可以領1000元優惠券啊！炸雞唔得，咁熱氣，夜晚嗰餐。買條魚蒸好喎，咁不如豆角炒瘦肉，蒸條魚炒個田螺，炒菜心啦。今晚可唔可以加荷包蛋啊？咁使出買餸啦，雪櫃入邊再少少豬肉，整個榨菜蒸豬肉，豆豉鯪魚炒麥菜，煎荷包蛋，合菜晚飯啦。去市場買條魚，買斤蝦翻嚟啊嘛。今晚送燒酒啊？係啊，順便去睇下有冇啲咩靚嘢買啊嘛。買，你又真係成日知我買餸，去市場唔知買咩啊？今日天氣市場人都爆炸。咁今晚食咩啊？餸啊！